其实我变最多了，对啊。以前是汤姆克鲁斯，现在是什么？汤姆。汤姆熊。后面以前是刘德华呢，你们知道吗？鼓手。都兰刘德华。马兰刘德华。马兰刘德华。好了，我们请那个上华。神山的莫少聪，讲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？这首歌。下一首吗？叫我介绍呢，还得了？赶快！大家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！很久没有来那个河岸留言，上次来是去年，几月了？要不问几号？考你们喽啊！我也不知道了啊，反正很久没来这边了。那我们下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冠军歌曲。阿美族的古谣啊，我们在应该是前年吧，还是大前年，我们参加那个屏东一个斜坡上音乐季哦，然后我们不小心用这首歌，打败很多的乐团，拿到冠军。啊，他们就好了，没事。其实应该是没事了。不是不能说打败，应该是说买通。因为我，这首歌就是阿美族的古调了啊，很好听啊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巴西瓦利》。哇塞，真的要选县长吗？这首歌叫《巴西瓦利》啊，中文翻译应该是叫《日出东方》吧？我没有讲错吧？漂亮。对，好，那 OK， 其他就交给阿利亚了哦。这首歌叫《日出东方》啦，就是以前阿美族的男生要出去打仗或者是当兵的时候，家人就会唱这首歌，因为太阳只要一出来日出后，那个男生就要远离家乡。后来只要到现代，只要出去工作很久才会回来，家人就会唱这个歌。我当兵的时候，我家人也有唱这首歌，对啊。可是我们太欢热了，对，没有欢乐，没有艰涩，不好意思，原住民的坏习惯。好了，带来这首《日出东方》。刚刚是打嗝吗？哦，好像来自马兰刘德华那里。刘德华因为刚起床，可把已经唱完了。谢谢你的爱。他意思说可不可以再上来一瓶？他也在酒醒了。大家会唱谢谢你的爱呢，母语版的吗？他在退酒，他整个反应很慢。可以再给他一瓶吗？等下再算他的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的。我喜欢你啊，我们的默契很好。
关键因素就是现在在弹吉他的这一位，因为他那一天表情相当的到位，请大家看他的表情。好，没有表情。可以吗？高喊！我要感谢，因为我本身工作的关系，我加入某某县的教师合唱团，然后我的伴奏老师也有来了，我们掌声谢谢他，好不好？你们也知道他在哪里吗？高喊挥手一下，挥手，在那边哦，掌声恭喜大家，下次再请你了。哇，我们教师合唱团唱的版本又不一样，对。没有了。